今日祝位平安。今日是2020年9月3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出埃及记第19章第9节到25节，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到第8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主的权柄。咱伫今仔日的出来及记经文的记载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伫西奈山的下骹，然后伊就甲摩西讲，爱要求这人爱清起家己的身躯，来朝见伊。但是有人讲，上帝伫即个西奈山的规定伤过严格。因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毋是要来服侍伊，要来互伊甲伊亲近吗？为虾米即个时阵又搁无爱互以色列人来往近西奈山？而且搁较严格规定，讲以色列人袂使进入，还是讲爬即个山？若无上帝会来甲因刑罚，是毋是会互甲因处死？读到即段的经文，甲人所提出来即个问题，我就想到伫美国最近无偌久进前所发生的即个弗洛伊德的命案了后，产生着 BLM 乌命贵的即个抗争的问题。伫8月底的时阵，伫圣路易斯发生一件代志，甲即个乌命贵的抗议活动真有关系。有人送一张相片互我，我连咪会甲即个相片放伫后壁啦吼。就是讲有一对夫妇举枪，然后有乌人是安尼脚趾饼对因。迄个标题也是安尼讲白人的夫妇摕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乌人，才会示威民众。搁另外一个标题是讲，即个夫妇起笑举枪对着善良的抗议者。但是大家知影，牧师对翕相真有趣味。我看到迄个相片，我感觉怪怪。所以我就去网络找所有甲即个新闻有关的即个图片吼，然后我就发现，我放伫文章的内底第2张，就是即个家庭真水的厝，真高级的厝，因的铁门被破坏。然后，即群人其实是已经行入去伫因的厝内底的头前吼，会草坪的遐。即家人呢，甲因的囡仔伫因的迄个balcony下骹伫遐咧自习，可能是咧看遮抗议的人，还是讲因咧自残，毋知影吼，毋知影。所以即对夫妇甲因画袂走，因就举枪来做自我的防卫吼，自我防卫。伫我附互咱看的第4张的相片，互咱真清楚知影讲，公共的大路甲即间真高级的厝体有真悬的围墙。迄个厝甲路面嘛差不多有1楼半的即个悬度的差别。迄个相片会使看见迄对夫妇举枪，甲遮乌人是遮尔近的距离，会通知影讲，其实是遮的抗议者，因共破坏人的门，然后去伫因的厝内底。
这互即个厝的主人感觉受到威胁，特别对有家庭伫甲伊做伙甲伊做伙。这互我联想到今仔日咱伫出埃及记所底看的啦咱知影即个咱称作主的上帝，伊嘛会当画伊家己的界线，互人来遵守，敢毋是？伊是咱的主啊，咱毋是伊的主啊人袂当因为无想要遵守，就来讲好，那遮歹啦牧师相信讲，遮个抗议者若遵守迄个规矩，无破坏铁门，无进入伊的民家厝的即个草皮头前埕的草皮我想即对夫妇就无需要嘛袂话牙签来守卫伊的家庭的人。如果即对夫妇这个人是遮尔守法，伫大路咧行，即对夫妇佫牙签伫遐咧安尼画牧师就会徛伫遮个真守法的抗议者即边，为着因来出声。但是咱看到即群人为着争取某一种的权利，即中间却忽略别人的权利，因死计去迫害人的物件，甚至去伤人。因完全无将别人的权利放伫眼内。上帝看到以色列人的需要，因此找摩西去伫埃及真辛苦来带因出埃及，到伫即个西奈山的山骹。咱讲西奈山是上帝的山，用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上帝的家。上帝要求以色列人爱清起因家己比班甲上帝正式来见面。即阵初到上帝的家，以色列人敢讲毋免需要尊重一个吗？毋免尊重一个主的人的处事吗？到上帝的家做人客，敢讲一个就要 open house， 搁要 open house 吗？以色列人将上帝的家比如做啥物货？敢讲因遮尔济摆经历着上帝恩典，经历着上帝神业，因还看袂出上帝的权柄吗？嘛是真有可能啦咱看因一再咧得罪上帝。马太福音第9章的经文记载，有人跟一个破相的人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耶稣就医治伊，不但医治伊，搁互伊的即个身体得到好，搁医治伊的心灵，搁赦免伊的罪。经学士的心内真无欢喜，起了怨言，讲这人欠权南三讲。因无了解，还是故意无承认耶稣是基督，影响上帝的事实。因此因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讲了非常明白，伊就讲：恁啥事心内藏歹意思讲你的罪赦，还是讲起来行，打落一项较紧。总是要互恁知，人子伫地上有权赦免罪。故意忽略主的权柄，就是邪恶的心思意念。亲像耶稣基督挖头对彼得讲撒旦，你退我后壁去。撒旦的意思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无尊重上帝的权能，无尊重上帝的界线，就是得罪上帝，就是心中存有邪恶的念头，因为迄已经违背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出埃及记第19章9到25节，马太福音的第9章第2到第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全能。
以色列人出埃及，度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第一次要跟上帝正式见面，正式建立关系，所以有十诫的事情哈。那有人说呢，上帝在西乃山的规定太过于严格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不是要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让以色列人亲近上帝吗？那又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靠近西乃山，又划界限，然后更严格的限制他们不能去登山，否则的话，上帝就要惩罚或击杀他们。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大概在8月的时候，因为那个弗洛伊德被警察杀死的事情，引发了全美的这个所谓的黑命贵的抗议活动啊。在8月25号那一段期间，在 Saint Louis 市区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传了一张相片给牧师，这个相片下了一个标题说，白人夫妇拿着枪对着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另外一个呢，他就用英文写的了哈 ，crazy couple 哈，疯狂的夫妇哈，持枪对着善良的抗议者。当牧师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牧师是一个爱摄影的人哈，所以我看到这个相片，我就觉得心里怪怪的，因为从照相的角度来讲，有一些文章哈，因此我就用一点时间在 Google 上面去找所有的跟这个相关的无论是左派的新闻或是右派的新闻，我就把他们所有的相片都找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了我的怀疑是真的。我发现了这个豪宅的铁门呢，不是只有推开而已，是被推烂了哈，已经坏掉了。后来还有警察来设防止线哈。那在相片看到的第一张相片看到的，夫妇拿着枪对着这两个背对着白人的黑人呢，事实上是已经进入到屋子的前院的草坪，了解哈，是已经进入到屋子前院的草坪，然后在那个屋子的前廊底下。这对夫妻的可能是父母亲、孩子都在那边，他们家人聚集在那个地方。我想这一群人会这样破坏进去，因为他们可能不听劝告，所以这个夫妻呢就拿起枪来做自卫的这个动作。那第4张相片我要提供给大家看的是从马路上拍过去的一群抗议的就是说很守法的抗议者在大马路上走，而这一栋豪宅呢，临路的地方有大概1楼半的这个高墙第一张看到的那个草皮呢，可能离路面大概1楼或是1楼半的高度，可见这些人其实是先闯入然后再有这样子拿枪自卫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下标题的人不会跟你讲这个事情。正如这个屋子的主人一样，我们称为主的上帝，他当然也可以划清他的界限，筑起了墙，让人来遵守。人们不能因为说我不想遵守，所以就说你好凶哦，
为什么要击杀我们？牧师相信，如果那一些抗议者是守法的、守规矩的，没有破坏人家的铁门，也没有进入到人家的前院，我想这一对夫妻应该不会做这个动作，不会拿枪。如果这一群人那么乖，在大马路上这样和平的抗议，这对夫妻又拿枪在那边嚷嚷，那牧师今天可能要为这些抗议者出声音。但是这一群人其实整个过程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的暴力分子啊，烧杀掳掠都来哈，所以我想这个主人会紧张也是难免的了哈。上帝看到以色列人的需要，因此他差遣摩西千辛万苦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了西乃山下。那西乃山我们称为是上帝的山，那用另外一个角度说是上帝的家了哈，上帝的家。那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洁净自己啊，预备跟他正式见面啊。这初到这个第一次到上帝的家的以色列人，难道就不需要尊重一下吗？不需要尊重屋主吗？到了上帝的家做客，难道一次进去就要 open house， 又要 open towns 橱柜吗？什么都要翻啊，什么都这是不合理的啦哈。以色列人到底要将上帝比喻成什么？经过那么多的恩典跟神迹，难道他们不认识上帝的权柄吗？也或许是啊哈，所以他们一再的这个得罪上帝。我们看到今天的马太福音第9章的经文记载，有人带了一位这个瘫痪的人来见耶稣，那耶稣基督就动了怜悯之心，医治他，不但医治他的肉体，也医治他的心灵，更赦免了他的罪。这个经学士心里却是不舒服，起了怨言，说这个人说了狂妄的话。他们或许是不了解，或许是刻意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事实，因此他就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明白，他跟经学士说：你们为什么怀着邪恶的念头呢？对这个人说，你的罪蒙赦免容易，或是说起来走容易呢？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刻意忽略主的全能，就是邪恶的心思意念。就如同耶稣基督转头向彼得说的：撒旦退我后面去。撒旦的意思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不尊重上帝的全能，不尊重上帝的界限，就是得罪上帝，就是心中存有邪恶的念头，因为已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